劉德華1連20場嘅演唱會，終於喺呢一晚圓滿落幕。連續踩足20場嘅華仔狀態依然係咁 fit。喺尾場嘅歌唱，佢更邀請咗多位重量級嘅表演嘉賓助陣，其中一位係曾經同華仔合作拍《神雕俠侶》嘅小龍女陳玉蓮啊！多謝華仔，多謝大家，多謝你哋。好多唔同嘅回憶一幕幕咁樣喺我呢個演唱會裏邊出現。其實咧，我真係有一段時間冇見到你，你唔會匿咗喺絕情谷面。絕情谷就冇去過嘅，不過真係匿咗好耐，翻咗去國內做一啲山區扶貧嘅工作。我好似真係等咗佢16年。係咪要翻嚟啦？終於係啦，即係佢去咗，可能喺絕情谷底下咁樣。咁終於我又揾翻佢啊！咁其實晏晝就已經開始，哎呀死啦！今晚點咧？咁喺下低咧，我就已經同練會一下，一陣間咧我上到去咧，如果我唱唔到咧，你就唔好理我，咁我就會講嘢，即係等啲觀眾即係咁咯。咁還好，即係都可以把即係將隻歌唱完。華仔嘅形象不嬲都有股中國風㗎，但係原來佢眼中嘅呢一位嘉賓比佢仲犀利，自唔係阿姐汪明荃咯。你會唔會有公司簽大戲嘅藝人㗎？我有百和會館。咁我就入百和㗎咯喎。係啊。係咪㗎？係啊，歡迎你㗎。係嘛？我係使唔使由頭做起，紅褲仔咁樣話？你行個遠啲俾我睇下，行個圓台。除咗表演嘉賓夠晒勁之外，呢一晚嚟捧場嘅觀眾都唔少嘢㗎，好似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方逸華女士、陳志雲先生、樂易玲小姐，華仔老闆林建岳同紅姑鐘楚紅等等，佢哋見華仔又唱又跳咁鬼落力，都不知幾咁 enjoy， 仲嗨到企晒起身添啊！不過大家最期待嘅，相信都係當晚嘅壓軸表演嘉賓出場。呢一位嘉賓，我認為佢比一個男人更加堅強。佢喺我心目中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武則天。希望你嘅掌聲歡迎劉佳。恭喜你哋節。多謝。呢扎花咧係我代表一代宗師送俾你。祝你20場演唱會圓滿，同埋我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再同你拍翻一套比無間道更加好睇嘅電影。一直落嚟，偉仔同你其實都幾支持我㗎。係嘅，你知道就好啦。我真係知㗎。哦，身穿大露背裝嘅嘉玲原來係代夫上陣嘅，咁不如有請佢代老公梁朝偉唱翻首歌俾大家聽啦。即係今日請咗嘉玲啦，咁啊係咪其實係原本係諗住揾阿偉仔嘅咧？係啊。咁偉仔一路都，因為佢之前安排一個時間，咁佢一路喺度計緊，咁佢拍戲嗰個時間亦都唔得，咁所以一路都度唔到。咁嘉玲就話我嚟啦，咁我心諗你嚟，咁你唔唱咁點算咧？係咯。咁佢真係唱喎，佢話我唱咁我覺得佢哋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付出俾我啊，咁我完全感受到。除咗大展歌喉之外，嘉玲又喺台上玩爆肚，向華仔嘅另一半致敬，搞到華仔都冇晒佢符啊！係，咁佢咧，即係我應該多謝你啊，因為作為一個女人咧，真係好唔簡單，係咪？即係劉德華可以犧牲咗佢嘅美食啦，佢嘅一啲正常人嘅生活咧，咁但係佢真係犧牲咗，比劉德華仲更加多嘅嘢咯。我應該多謝你，對唔住啊劉德華，希望你哋前
慢慢啦。我諗你啲 fans 都會好支持佢嘅。嘉玲喺台上面嗰番説話係你之前唔知嘅。我真係講俾嘉玲聽，你唔好以為你係武則天啊！唔好亂噏嘢，我話你聽。唔嬲啊！唔嬲嘅。冇嘢嘅，冇嘢嘅。咁其實大家隨便你哋自己中意點講點講，因為有一啲嘢我自己有我自己嘅空間。我接受到所有人，我覺得任何人講我都冇乜問題。傳媒亦都可以隨便問，咁但係答唔答就由得我咁解啫。咁我問多句，佢今晚有冇嚟睇啊？關你咩事啫？華仔終於順利完成呢廿場嘅歌唱，佢都坦言自己有啲唔捨得啊。而家嘅心情會唔會有啲失落嘅咧？琴晚開始咯。係咪啊？係啊，琴晚開始，琴晚都瞓唔着。真係啊？係啊。係因我好少瞓唔着，咁琴晚真係差唔多5點6點鐘先瞓。但當講到呢廿場最難忘嘅片段，相信都係華仔喺歌唱中段大病上陣嘅表演啦。嗰日就啱啱咧有之前有嘉賓啊，咁我升完上嚟之後咧就已經哇成個鼻都係鼻水，突然間咁就有啖痰喺度喎，咁跟住咧就已經仲有4個8拍就要唱啦，咁我冇辦法走落去下低啊嘛，咁我就走咗埋其中一個樓梯嗰邊嗰度咧，就咁樣吐。有冇人睇到？有個女仔睇到咯。點算啊？有個女睇，我即刻